伫咧这工课场破病要请假，真侪劳工呢拢捌去拄到互顶死加刁难的状况。即马有上百个工会组织发起修法的联署，要求职安法修法草案都爱搁再精进。顶个月，一个中年空服员破病，说因为公司制度无友善，唔敢请假。后来地司因误就伊伫咧10月不幸过身。这个案件嘛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有工会团体表示，虽然行政院版本的职安法修法草案有增加职场霸凌防治尊重，但是也是有欠点，要求明确保障劳工请病假的权益，袂当因为请假地司劳工受到不利对待，亲像影响到考绩和奖金等等。在病假的部分，就是这个不应该要纳入考绩，或者是不应该要纳入这个勤惰的评核，或者是不应该要拿来跟权勤做勾连，因为它毕竟是法定给予劳工的权利。好，所以我们其实认为说，这个部分政府其实应该要在这个职安法或者是劳工请假规则或劳动基准法里面这个进行修订，这样。已经有8个工会参与修法联署，也拿劳动部表示，若准劳工因为破病或是其他生理因素需要治疗和休困，通依法来请病假。若是雇主拒绝劳工请假，会违反劳基法，通罚2万以上100万以下。不过，律师表示，这目前的法律针对企业和雇主的处罚上过轻，欠缺影响力。嘛建议职安法修法的时，若准雇主无改善，应当甲会当连续处罚写入去条文当中。大公司来讲，伊若敢处罚一个几万块啊，可能伊的这个影响无遐大，嘛爱对这个大公司、大财团有这个连续处罚这个相关的这个修法的思考，安尼才有法度讲真正落实，或者劳工或者是公务人员真正破病的时阵，请病假有这个法律可以做靠单。另外，针对职安法职场霸凌专章的修法，工会团体嘛要求调查机制爱立一回避来确保公正，前后申诉通报也要公开透明，来强化预防职场霸凌。工会团体嘛表示，为了争取劳工的权益，会继续抗争。所来一礼拜，因嘛会拜访各党派的立委，希望把劳工的诉求放入去修法的方向。记者卢尚珠、王兴忠台北报道。